来看台南市安平昨暗7点外有一台轿车伫永华路甲国宾路口弄到一台车，无停落来，佮继续驶哦。伫永华旧街佮去弄到2台奥多拜，落尾是互警察抓到。虽然验讲无啉酒驶车，也毋过这个驾驶是有毒品的反应，警方嘛搁去调查。 监视器翕到原本伫等红灯要倒弯的白色轿车，向去互后壁一只黑色的车下过双边线甲弄落，刷落这黑色的车，敢若像食酒醉，向正边佮驶出去，佮去弄到2只奥多拜，有关继续逃走。这过程去互民众翕落来，后刷这只黑色的轿车去互警方的线顶警望查落来，42岁姓孙的驾驶互带转去调查。虽然酒测是0，不过验药验毒品，初步是阳性的反应。 驾驶自小客车在安平区永华路不明原因擦撞一部自小客车及2辆机车后肇事逃逸，最后在健康3街撞上停于路旁之自小客车，民警赶抵现场，当场逮捕。车祸发生伫咧15暗时7点外，刚才去互弄到伤的骑奥多拜的民众拢无安怎，逃走的驾驶互移送法办。 刚一天半暝11点外，学甲区嘛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。61岁姓区的驾驶赛车经过第84线学甲段9公里的所在，不明的原因，家己弄到流道路口，因为这弄到力头真重，驾驶喷出去车外，当场就无喘气心跳。经销到现场紧急送医了后，有关当伤不治。疑因未依规定减速自撞桥墩，警方到场后协助救护人员将该车驾驶 送医急救。警方表示，驾驶若像无下安全带，酒测是0，出代志的原因也爱调查。警方呼吁，这赛车应该照速度的限制，嘛要注意车头前的情形，也有家己的精神状况，确保行车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